业力因果智引导分为两部分，文法方式以前相同，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文法方式都是相同的。然后所讲之法的业力因果智引导分为三个，分三，然后所断之不善业，因行止三业，一切业的自性，一切业的自性，然后众生以各自所积累的善恶之业因缘，业什么为缘，是不是？为因对对对，业为因导致转生于轮回的善恶局中。轮回是由业而生，众生感受业的果报，转生到善趣或恶趣，没有其他的作者，也不是偶尔的因缘所生。因此应当随时随地观察善不善之因果，断除一切不善业，行持一切善法。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一切业的自性，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啊。所以众生在六道轮回之中，今天投胎到人间，或者是天间，或者地狱，一切都是以自己的业力因果，因为本身众生的轮回也是业力的因果，所以在业力的因果的怎么说呢，取舍上面，我们又要修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感，没有这样的行持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是完完全全呢，就是被因果所决定。因为我们的这个六道轮回，为什么有地狱，为什么有天堂，有这两者的区分是为什么？因为都是众生的业力因果所产生的，不同的业力因果产生了不同的环境那么并没有一个作者，相当就是在有一些的那个外道的认为时间是有创造者的，以那种想法。因为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呢，就不赞同也不认同时间有时间创造者，有时间的那个主人，就相当就是创造时间的一个主，那种方面来说的话，那我们佛教徒来说的话，不会赞同的，不认同的。从我们佛的这个教育理论上面来说的话，也是这是不赞同的。我们呢，就是只能是我们赞同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是因果，所有一切都是从因而产生的，没有因就不会有果，有了因才会有果。所以因果这两者来说的话，就因果呢，就是有相同的因缘而产生的，不相同的因就不会产生同样的果所以呢，就是平常就是俗话讲的就是怎么是中度得度，是吧？中瓜得瓜，就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所以如果是我们种瓜得豆，那就不可能了。种豆得瓜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就是所有的因都是有相同的，而且一切的法不是没有因而产生的，都是有因而产生的那么这些因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变化的，所以无常。所以从无常开始，那么无常、空性这两者来说的话，那就是相同的
就是怎么说呢？那个结合的。如果从无常开始讲，只要是讲到无常，那所有的生死苦等所有一切的这些麻烦都会出来的那么如果是这些出来的情况下，那我们就看12种因缘缘起的那种怎么说呢？那个来跟回的这种概念去看，那么从产生了无常就开始什么都是以这样去想，那就是产生了生就会产生死产生了死就肯定也是又会产生了生，所以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一切的根源？我们要得到涅槃的一个根源是什么？那么从因果方面仔细的观察自己有没有的办法得到那种是那个怎么说呢？善驱的这个因果，我们能不能够可以断除一切执着？断除一切执着的情况下，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断除一切执着的情况下，因为众生本身的轮回的原因，它的根源是什么？贪嗔痴愚痴无明。因为我们无明，所以我们所谓的众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因贪嗔痴，所以这些呢往往都是会成为能够可以继续轮回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解脱轮回，能够可以在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的话，那我们要断除这些贪嗔痴。那么要断除这些的话，那么从细微的方面去学习。细微是什么？要有因果概念的，从细微的因果，所有的小的业都不要去造，必须得要手持清净的戒律。所有的善，从很小的细微的善也是必须得要去造，那么就形成一个精进心跟欢喜的心来行持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们修持的方法。亦所断止不善业，那我们就是这边讲的就是说怎么说呢？要修持的跟还有断除的部分，那就是我们要所断止的不善业的这个部分也是有3种然后所以怎么说呢？所断止不善业分为，它就是有分为10，其中生恶业生二业意二业欲二业意二业，然后生二业的部分是有杀生不逾矩邪淫及3种欲的恶业有妄语，然后离间语恶语及4种等一下这个恶见语恶见语其余及4种，然后欲的恶业有贪心害心邪见及3种。然后现在我们可以讲第一个，就是讲那个杀生的部分。杀生的部分是指对外境其他人或者猛兽等产生什么欲杀的动机，最后断绝他们的命根。若勇士在战场上杀敌，是以嗔心而杀生。这个部分呢，你们要仔细的听一下，然后也是可以再记录笔记因为这个我们杀生有哪些杀生是以什么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那个
烦恼的情况下造的业，这些都非常重要的。他杀生的一个想要杀死一个动物的一个起心动念，它有它的来源。来源是什么？这个来源是主要的都是在贪嗔痴，贪嗔痴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三个还有贪嗔痴慢疑，就五毒，以五毒的因缘。所以因是什么？因是起心动念的这个背后的，为什么有这个起心动念？所以这个起心动念的因就是因果当中的因，所以就产生不快乐、不喜欢、不圆满的不幸福的这种果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就这边有讲的，就是相当于勇士在战场上杀敌，是以嗔恨心而杀死的。如果想食用野兽肉，相当就是在食用野兽的肉，或者是我们在平常呢，就是在食用那个肉的所有的这些杀生，比穿野或者对，穿野兽的皮也一样，它反正就是在那个野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些那个药材啊，相当皮毛啊什么或者什么，反正就是都是一样的。以贪心而杀生，如不了知善恶因果，或者像外道一样认为杀生是善业当，是以痴心而杀生。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有很多人也又并不是为了要吃肉，或者是并不是为了需要它的那种皮毛等等各种，没有这些的追求，也并不是嗔恨心而杀死其他的动物。那些来说到，那就像外道的，有些外道来说到，就像比如说伊斯兰教他们觉得杀生是造善并不觉得这是造业同样的，有些很多人来说到就没有因果的概念并不知道杀生是有杀生的罪过，这些都是一样的，这些都是以贪嗔痴三个当中来说到，以愚痴而杀生的，因为不懂善恶的分别，因为不懂他人的感受，因为不懂众生跟因果的关系，什么都不懂，就是相当就是在蒙在一个黑暗当中一样的，然后就他自己做了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那种，就是愚痴。在贪嗔痴慢疑就是五种根84000多种的那个怎么说呢烦恼都聚集在一个点上的话，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是什么？愚痴无明那么愚痴在贪嗔两个也是在因愚痴产生的，嗔恨心傲慢心、嫉妒心，全部都是因愚痴产生的。所以众生轮回的根源是无明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没有学佛，他没有皈依，所以他可以杀生，那种想法是非常不对的。你有没有修行，有没有怎么说呢皈依这个杀生来说的，就并不是说你皈依了以后不能杀生，你没有皈依以后一切可以杀生，没有这种道理那么就是有一个有没有收持戒律的区别。那么有收持戒律的情况下，你接受了这个戒律，到你有行持这个戒律的过程当中，你就无意当中做了杀生，你就破了戒。以外呢，就是在杀生的罪过是有收持戒律的人做杀生跟没有收持戒律的人杀生，这两个是一样的，杀生的罪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都是没有问题，没有不同的，因贪心嗔恨心愚痴杀生的都是一样的。自尊自律